好多人入到蒲宮或者去到拉斯維加斯，最中意同自己講一句話：今日唔氹心，打個平手，執翻個本，我就即刻走。呢句說話係全世界上到跛面最邪最毒嘅心魔。你以為你咁講係自律，係克制，係唔氹心，錯晒。呢種心態恰恰暴露咗你輸唔起嘅死穴，恰恰係令你一次又一次喺輸錢條路上越行越深嘅根本原因。當你輸緊錢嘅時候，你為咗打平，你會不斷加注，盲目追數。你原本只係打算輸1000，但係為咗打平，你加到2000、3000、1萬、10萬嘅，結果通常得一個，未打到平手，你已經連底褲都輸埋，仲要坐喺度同自己講：唉，如果當時唔加注就好啦。係咪好熟悉？我一世人唔賭博，但我做咗幾十年莊，我何故身見過太多呢種人，由有錢大少爺變成街邊乞衣，唔係輸俾荷官，係輸俾自己個腦，輸俾自己嗰句打平就走。今日我就用我一世人經歷過嘅風浪，同你拆解呢個打平心魔，再教你我私房嘅4大生存鐵律，幫你喺博弈同人生入面畫一條真正嘅生死線。你聽唔聽得入耳，就係你同其他人之間嘅分野。我後生嗰陣本來係個大少爺，住緊洋樓，出入有人伺候，唔知仇係何物，但我腦厚河光。喺1934年，因為炒股票失敗，輸到破產，帶住我班兄弟姊妹要走難，我由住洋樓變咗住難民營。你以為我老侯係一個咩都唔識嘅人？唔係，佢係讀過書、見過世面、識得計數嘅人。但佢輸就輸喺一個字：唔認輸嘅。佢當年點解會輸得咁慘？就係因為不認輸，總覺得下一鋪可以打平，總覺得形勢一定會逆轉，總覺得只要我再落多啲資金落去，我一定可以攞翻個本。結果越揼越多錢落去，最後連本帶利捧埋個家產，仲要搭埋條家。我細個睇住呢一切，我同自己講，呢個教訓我一生一世唔會忘記。概率呢樣嘢，莊家一早就用數學家同電腦計到盡一盡。你坐喺百家樂同邁前，你以為自己係高手，你以為你識得睇路，你以為你咁多年嘅經驗一定係贏面，但你知唔知道莊家抽水，淨係嗰1-2個百分點嘅優勢，已經足以令所有玩家長期穩定輸錢。你鋪鋪落注，大數法則實略理水，心理學和唔係話你技術唔好，係根本上個遊戲規則就係對你不利。你唯一可以控制嘅唔係個荷官開咩牌，而係你個腦同你自己。輸咗嘅錢就當係交學費，唔好帶住仇恨去下注。你輸咗錢之後，喺心底有一把火，覺得我要贏翻嚟，覺得唔係唔輸得，係今次唔公平，係我唔夠運，下次一定唔同。呢把火就係令你越輸越多嘅根源。控制唔到情緒嘅人，喺莊家眼裏只係一條識行識走嘅肥羊。入得場就唔好妄想回本。呢係第一條鐵律，唔好同概率鬥，要同人性鬥贏。而你最難打敗嘅人性就係你自己。1961年，我同碧漢、霍英東去競投澳門賭牌，呢件事好多人都知，佔你和。但係背後嘅驚險唔係人人清楚。當時澳門鬥業係由傅老榕控制，老牌勢力根深蒂固，對我哋呢班新人好不滿。
對我發出所謂11大恐嚇，話要取我性命，又話要燒咗我新開嘅鬥場，又話要令我喺澳門永遠冇立足之地，換咗係普通人，早就嚇到腳軟，或者一怒之下意氣用事。但係我何蛙新當時做咗一件好重要嘅事，我設立咗一條真正嘅生死線，一係時間線。我同自己講，如果幾多日之內搞唔掂合約同安全問題，我即刻撤退，絕不留戀，唔會死撐。二係利益分配線，我將利潤大部分攞嚟做慈善同建設澳門，令政府同社會都覺得我係有益於澳門嘅人，等政府做我後盾嘅事。呢啲唔係懦弱，係底線思維，係真正嘅強者才識用嘅計策。如果我當時好似個刀徒咁，一味意氣用事，死衝爛衝，我早已經沉咗海。你今日邊有機會聽我講嘢？真正嘅生死線唔單止係你銀包有幾多錢，好多人以為咗1萬蚊入場，輸到得返1000蚊，我就走。呢個係錢嘅底線，但係唔係真正嘅生死線。真正嘅生死線，你嘅時間同你嘅情緒，限時走人。無論你係贏定係輸，玩夠2個鐘或者夠鐘食飯，就必須起步走。唔好同自己講義工，再多一陣，再玩多幾鋪，轉下運就好啦。人嘅大腦喺高度緊張同集中嘅狀態下，持續工作超過一定時間，核能力就會大幅下降。你喺新鮮嘅時候識得計風險，但係你疲勞嗰陣，你只會跟住感覺嚟，跟住賭性嚟。莊家最中意嘅就係坐喺度捱夜，捱到殘嘅客人，因為呢個時候你最容易俾人送。痛感極限係第2條真生死線，輸到某一個數字，你個心開始慌，手開始震，思維開始混亂，你開始計唔到數，睇唔清楚牌。呢個就係你嘅生理生死線，唔係錢嘅問題。係你個身體同你個腦已經警告你唔可以再玩落去啦。一到呢個位，就算你爭1蚊就打平，都一定要即刻走，執返條命緊要。你問我點解要咁絕？因為一個喺痛感極限以外繼續玩落去嘅人，佢已經唔係喺做決策，佢係喺發癲。發癲嘅人唔會贏，只會輸到更加離譜。真生死線唔係你定嗰個漂亮嘅數字，係你個身體同情數話你聽嗰條線。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，香港淪陷，我身上得10蚊走難，去澳門一個年輕人喺最亂嘅年代，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做最危險嘅工作。我喺聯昌公司打工做押船，就係押送物資過海，要同日本人海造各路勢力周旋。有一次，隻船俾海造劫持，幾支槍指住我個頭，船員死傷無數，情況萬分危急。你以為我當時諗緊乜？我唔係諗今次可以賺幾多錢，唔係諗我要贏返啲乜嘢。我諗嘅只係一件事，我點樣保住條命，保住隻船可以安全返航，情都保唔住，贏乜都冇用。好多人一上米就諗住今日要贏幾多10萬，要買車買樓，要攞返上個月輸嗰筆錢。呢種諗法點呢？一開局就已經輸咗。你應該諗嘅係，我點樣可以喺度玩足2個鐘，而我嘅本金仲維持到5成以上。聽落好似好保守，好唔進取。但係你知唔知能夠做到呢一點嘅人，已經係10個人裏面最後一個仲坐喺度嘅人。
本金喺度，你就永遠有翻盤嘅機會。本金冇咗，你乜都冇得講。好多人話我唔係一途，我係投資者，我係一計過數嘅。但係我問你嘢，你上次輸完之後係咪諗住下次一定要贏翻嚟？你係咪試過原本只係打算玩少少，結果一坐低就停唔到拆和？你係咪試過明明知道應該走，但係就係捨唔得起身？如果你有任何一個答案係你同刀徒冇分別，分別只係你輸嘅嘢唔同。有人輸錢，有人輸時間，有人輸健康，有人輸感情，但係根本嘅問題係一樣，唔識得將生存放喺第一位。當你將目標由贏錢轉化為嚴格執行紀律，唔好讓自己爆衝嘅時候，贏錢就會自然成為你執行紀律嘅副產品。呢句說話係我一世人最重要嘅體會之一。唔好以贏錢為目標，要以生存為目標。錢係副產品，生存先係主菜。我何靠身開賭場，我從來唔會因為一日半日嘅輸贏而瞓唔着。點解？係因為我天生大心臟，係因為我當賭場係一門生意，我有完整嘅財政預算，有風險評估，有後備資金，有清晰嘅長遠規劃。莊家唔會因為今日某一台輸緊就發晒癲走去加注追數。莊家知道長期嚟講，概率係企喺自己呢一邊。家同莊家最根本嘅分別唔係資金多定少，係思維方式。玩家係感性嘅，跟感覺、跟運氣、跟情緒；莊家係理性嘅，系統、跟規則、跟長期概率。你作為一個玩家，你點樣可以建立莊家思維？第一係分賬管理，你入得去嘅資金錢必須係輸咗完全唔影響生活嘅娛樂預算，係你去睇場戲、食餐飯、買件衫嘅錢，唔係你出糧嗰筆錢，唔係你供樓嗰筆錢，你老婆買餸嗰筆錢，更加唔係你仔女學費嗰筆錢。如果你拿生活費去玩，你一開局就已經輸咗，俾個膽量嘢。因為你每一注都係帶住恐係落注，帶住恐係嘅人唔會贏。分賬唔係話叫你唔使理生活，係話叫你清楚知道錢邊啲係可以輸嘅錢，邊啲係輸唔起嘅錢，永遠唔好將兩樣嘢混埋一齊。第二係鋪鋪清，不回頭。莊家最厲害嘅地方，拆和係下一鋪同上一鋪喺數學上完全冇關係，係獨立事件。但係凡人最中意將兩鋪牌聯想埋一齊。上鋪莊贏咗3次，而和下鋪你就覺得閒一定要出啦。上鋪你輸咗，下鋪你就覺得我運氣逆轉緊，要加注。呢啲全部係人類大腦自動揾規律嘅本能，但係喺概率面前係完全冇根據嘅錯覺。記住，上一鋪輸咗就係輸咗，下一鋪係新嘅開始。唔好帶住上一鋪嘅情緒落下一注，每一次落注都係獨立嘅決定，唔好受上一次影響。你能夠做到呢一點，你已經贏過大多數人。第三係要有後備計劃。我當年喺澳門做生意，我永遠有 Plan B。如果呢條路唔通而和，我有另外一條路。如果呢個合作者出事，我有另外一個方案。唔係話我唔相信自己，係話我知道世界充滿變數。一個只有一條路嘅人係最危險嘅人。落到博弈嚟講，你嘅後備計劃就係，萬一今日輸到生死線，我接下來嘅安排係點？
我要去食嘢、瞓覺、見朋友、做運動，唔係坐喺度等機會反彈，唔係坐喺度等自己冷靜完再返嚟玩，係真係離開嘢去做其他嘢，將個腦完全切換去另一個狀態。呢個係莊家思維嘅精髓，永遠知道自己喺做緊乜，永遠有退路，自學和。永遠唔會將所有嘢孤注一滴落一個地方。我而家同你講多一樣，係好多人唔願意承認嘅事實。生命入面大多數嘅重要決定，其實都係一種博弈。你買唔買呢層樓？你辭唔辭呢份工？你同呢個人結唔結婚？投唔投呢個生意？呢啲全部係博弈。全部有風險，全部涉及輸贏。好多人以為博弈係留喺就場入面嘅事，爭圖先做嘅事。我係一個正常人，同爭博冇關係。但係你唔係爭圖，唔代表你唔會輸。你唔坐喺百家樂禮前，唔代表你冇打平就走嘅心魔。你有冇試過一份唔開心嘅工？做咗好多年，因為唔甘心，總覺得再捱多陣就會好轉，結果越捱越痛苦。你有冇試過喺一段明明唔啱嘅感情裡面死撐，因為已經付出咗咁多，唔捨得放手，結果傷得更深？你有冇試過一個明明唔對嘅投資決定，因為已經跌咗咁多，唔敢止？結果越跌越低，呢啲全部都係打平就走嘅心魔，全部都係沉沒成本交換，全部都係唔識得設立真正生死線嘅代價。我一世人見過無數有錢人因為一個鬥字家破人亡，亦見過唔少人因為一念之差喺最輸得起嘅時候選擇走人，最後東山再起。見過最多嘅一種人係死咗都唔肯認輸嘅人。佢哋永遠話我係咁近就可以打平，我再多一次機會就可以翻身。我唔係輸，我係暫時咁解。呢種人係最可憐嘅人，因為佢哋冇能力，係因為佢哋唔肯面對現實，唔肯接受輸，唔肯承認自己嘅判斷係錯嘅。見過嘅最清醒嘅人，知道幾時要走嘅人，唔係走得最快嘅人，唔係從來唔還嘅人，係嗰種清楚知道自己嘅生死線喺邊，和一到嗰條線就可以頭也不回地離開，然後喺下一個地方重新開始嘅人。呢種人唔一定次次贏見和，但係佢哋永遠唔會輸到散晒。我幾十年嘅澳門動業歷史，我無數次面對生死存亡嘅撥壓，我得出一個結論：最聰明嘅人贏，唔係最有錢嘅人贏，係最有紀律、最清楚自己底線、最能夠控制情緒嘅人贏。唔好再同自己講打平就走呢種鬼話。呢句話聽落好似係保守嘅，但實際上係最氹婪、最軟弱嘅一句話。因為佢暗示咗你唔甘願承受損失，暗示咗你要用更多嘅行動嚟消除輸嘅感覺。而呢種消除嘅衝動，就係令你一次又一次輸錢嘅根源。真正嘅強者係贏得起，更加輸得起。輸得起唔係話你唔在乎輸，係話你可以接受輸，戚和可以平靜面對輸，可以喺輸嘅時候仍然做出理性嘅決定，而唔係情緒化嘅決定。當你能夠平靜面對得失，將生死線牢牢揸喺自己手心，你先至係人生呢個大刀局入面真正嘅贏家。記住我何庫新今日同你講嘅4條鐵律，唔好同概率鬥，要同人性鬥，
設立真正嘅生死線，而唔係淨係錢嘅底線。將生存放喺第一位，而贏錢只係副產品。定話用莊家思維嚟管理你嘅資金同情數。呢4條鐵律唔係只係喺鬥場先用得着，係你人生每一個重要決定都用得着嘅。你今日聽得入耳，你就係同大多數人唔同嘅人。你今日聽唔入耳，遲早有一日，你會喺某一個輸到最慘嘅夜晚，突然記起我今日講嘅嘢。到時你就寧願你喺人生嘅每一場博弈入面，都能夠知進退識生死，贏得漂亮，輸得體面。